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土马街》，我是刘碧珍。今天线上有请到的来宾是台湾红茶公司的董事长罗庆士董事长。董事长，各位老观众朋友，大家招呼。大家好，我是台湾红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庆士哈。今天要来谈个话题哈，就像两本书讲的福尔摩沙茶、台湾茶行过的一段路。我想哈，因为红茶公司都关系历史悠久嘞。这篇稿件讲台湾有3千宝茶、糖、庄脑，除了糖是南部较多之外呢，关系两片茶啦、庄脑都已发达。下面向董事长先来谈一下台湾茶太阳的历史，和观众朋友知。其实做前的茶是用手做的哈，清朝末年噶哈，就是大部分是用手工做的啊。可是茶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尤其是人家客家庄哈，桃竹苗啊，个这个人家台湾新竹族了，台湾的茶60%以上都靠新竹了，要生产出来。台湾茶哈，然后大家介绍新竹族哈，就人台湾介绍做国际去啊哈。这清朝个时代。茶的外汇所得哈，就全台湾的70%是靠茶。哦，有按到。所以日本时代哈，1930年代就政府做起个哈，还能有35%，台湾全外社会所得靠茶啊。所以茶，尤其对人家客家庄来讲，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哦。还有茶哈，因为这人客家庄没办法它哈，就是有几点啦，就是按客家人的刻苦耐劳的。精神，韩国是这样，时局也太没有当好，大家就比如说台湾国分日本哈，就大家就红茶就世界性，大家都当流行个下午茶啊，就全世界都流行的红茶，种问题哈，像尤其是客家人的来到了台湾。客家庄吼，无嘛个水田无嘛多，全部按客家人刻苦耐劳，山啊、广档啊，就那开垦吼种茶，然后把茶吼变成一种贸易品吼，为台湾经济外汇哦，所以对台湾对客家庄来讲，这个骄傲的就是茶吼，好像把台湾吼。介绍到国际啊，就是客家庄就靠了茶，繁荣起来哈，这是一个对台湾客家庄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董事长像人平常用啉茶哈，人这要泡来做啉茶，人都唔比给咱高茶嘛。你听我讲嘅哈，要人种茶，种茶茶叶摘下来之后，要人做茶，茶做了之后。有人运送出去，再卖到外国。今日想请问董事长，给台湾红茶公司，主要的工作去做哪部分？也是要公司那时来创办的。台湾手工做的茶样是哈，你做的茶量没多哈，茶贩为了收哈，收到就因为大概那种关系来讲哈，因为那茶器哈，就准茶。一标哈，大概1年可以有10多斤的茶，早茶。1年。因为国家手工做的茶就拿到市场那个茶贩来买我给他再做3行叫各位经过了大可看戏哦，就太行就是个从太海一多万法最多大稻城哈，个人加工以后。从淡水到福州哈，所以真多福州茶哈，其实人家台湾茶有真多资料可以发现哈，台湾的主要产品是福州茶，就是可见台湾茶真多，福州的茶真多是台湾去的。后来大家都开始种茶，没关系，对吧？50块8角最爱就
俺这罗浮其实做茶有8多年的历史了，手工时代无算啦，就是俺就开始用机器化做茶吼，就有90年，政府3年吼，1928我们就开始，都按太阳神山那样子哦，你茶吼，那个在个就大哥看一下，在都大稻时期哦，冇办法显化开很所以一进吼个太阳神山看，你就会有一只小路的管道吼，比如说要外销吼，你要这只卖东往过去哦，不是经过特别个，所以你还是俺就会成立台湾红茶股份，跟我讲台湾红茶主是会茶的，主要是1937年，就是1926年，政府11年个哈，俺就开始做经济上，你做茶哈，你要按个时候，你做个茶，跟是俺就成立个哈，关系都差不多有30间。哦，按多。罗浮有700间茶。所以你个茶按多个茶哈，就得当然有的商家来，有日本公司来买没有。大部分呢哈，还要自家处理的哈，所以俺就是成立一家经济厂，就是当然俺自家公司罗浮的公司700间，然后地方的很合作的，都有10多间，我们就开始卖售，特别精致，直接卖售哈。所以第二是一家个时期啊，进度吼，还14个卖售加有基隆港也成立的哈。所以讲跟他，俺这个罗浮的后生，就俾俺罗浮讲好少就将他。阿公个时代吼，就无法足球，就阿爸就有5、6个做台中一中吼，有2、3个做特别示范吼，所以讲俺就阿公个时代吼，对后生个培养吼，非常辛苦啦吼，所以俺就阿爸个就又年轻吼，有个比较可以接受精神啦哈。普通话讲啦，一只产业吼。要不去发展吼，我们这家的努力当然要有地方合作，哦，在地产业的合作，韩国政府的政策，第三家迄个配合吼，韩国支持区又配合落去吼，就当顺利啦吼，就讲个就成立个速度按火的时期啦吼，最主要的目的的。董事长来老观众朋友聊整理一下啦吼。如果很多关系两片做茶之后，顺便两个大可看西，一路运到手工时代，手工时代一直运到两个大稻城，然后将出我销到全世界。啊，然后罗伯娘爸给两时成立台湾红茶公司么？阿公嘅是阿公嘅是咧做手工茶嘛哈。阿公嘅泰国啦，台北公啦。台北公吼，成立了这红茶公司。罗宾玉啊，嗰个董永阳，罗宾玉是。你要听下罗董事长你提到讲，最多的县关系那边有30人间嘅茶工厂，啊罗伯本身就加粗就有700间。啊用讲起来，这两时下面几大关系客家庄太体，主要以做茶为主。对啊，头摆做关系吼，关系发展田吼，2、3千甲做啊磨，茶园都有价钱噶，比水田还多。所以台湾这个关系吼，港田的还有还了，种茶做茶的还多，茶农还多了。一样。对，所以关系呢，中间吼。有7000人甲哦，就全台湾。乡镇单位来讲，最多的一只乡镇。董事长提到台湾红茶公司的历史挺久嘞吼，啊，名也很多红茶公司，不过我哋讲，后来你都好像也有做其他的茶，在技术方面也给转变，跟老时代变化也有关联性。哎呀，做茶哈，是一只。就会手工样是自家做吼，做一只
工业化以后，大量生产以后你天要考虑一下收入，你的收入你要有竞争力市场爱嘛该你做嘛该，所以讲你台湾虽然讲我是风沙公司，但美国在过去我就成立80年，美国过去全部做风沙，但风沙公司我那个国际市场的包装厂还没做包装厂，还希望绿茶要做绿茶。要有一只竞争力毕竟全世界去年那个统计来讲世界一年有400万吨的茶。400万吨台湾是1万吨。台湾其实在占了全世界的产量就0.几%，对不对？1点多个还不到5%了，5%就算是这东西曾经是世界挺位的，所以。你要按多那个世界的产品中印度、西兰的、印尼，你要产茶有上百了的，就看那个菜咖没有卖到国际市场，你要有竞争力，没讲你做了一定就你买没有，所以讲你一定要创新，你要对市场的了解，比如市场，我讲一下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你是世界太将可以是钱啊，个弟弟一下大起来，茶冇可能卖美国去啊，冇可能卖英国啦，跟你说钱嘛，有钱茶卖那边去，跟有些是讲，跟有些日本政府那个茶就只能卖到日本卖到满洲国跟他满洲，韩国是卖法本，现在概念就是如果角事变概念，就是中日战争开始概念，所以讲这东西。中国政府要南迁去，都从迁去的嘛，开始发北可以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内。那这东西要发北、东北个现在是包种茶，就台湾全部做包种茶。所以在茶嘅方面，我老两个国际变化有关的啦东上来讲，这团非常嘅精彩，因为等下一团节目转过来了，大家分享要茶谈的国际变化。个生产方面，我有样板是等等嘅发展，等下下一趟节目转过来。欢迎大家转到真相通马嘅节目嘅现场，今日有请到台湾风茶公司的罗庆士董事长来为大家来谈台湾嘅茶叶发展董事长，你听我提到讲，你个台湾茶啊，汤起来有几只重点嘛第一个就讲，目前嘅发展唔係靠量，量即係講佔全世界比例冇高。不過台灣茶這麼按數有關養啊，像老幾個技術係有關聯性嘅。我記得董事長之前有人係介紹講過講 blending 呢種方法，係咪？對技術面向董事長介紹一下。既然你是一家生产工厂你要开始你这就要了解市场了。市场爱嘛该你就要做嘛该，你要做什么？你做的东西有竞争力嘛，会买嘛合算嘛所以茶那时候你那个做的对，你那个做的比人家好，做不到很多人买当简单，你那个做到价格比人家贵东西冇人好咯就是冇人买冇人买，茶产量的东西当多你个一标冇卖你看一标，你做到冇为所标所以讲就变茶金茶土就这样子了。你做到冇人买个茶做到就不了解。茶金茶土，意思讲有可能价钱好，也有可能系啊，好样是像黄金啊，冇样是像对冇人爱所以你做茶工厂的人一定要了解市场，然后你要有技术就比如说你做拿到我你比如说你的茶，那你做人能不能改所以讲技术面挺重要啦。所以讲你做茶因将来就后生应该要泡几百杯的茶比如说你要夹板比如说概念嘛喺台湾人知道讲个夹茶就只土管夹料好像现象是唔好嘅夹茶
可是你在人过去摩擦，其实靠夹茶的技术，有呀，做 blending 其实夹茶的技术，去茶夹落去增加它的附加价值。所以去夹茶就是提高品质。所以其实你做个奶茶有65种不同个年头的茶，夹的，所以其他茶你绝对没让它，不是让它比。台湾夹茶土工干了加用头买叫。咩样嘅概念冇同样，你好嘅东西夹咗一下，將來就向上就一輪嘅就基本上有時間做國外圖書館就台灣就像個清朝末年嘅下千多台灣嘅福摩沙烏龍地，台灣5、6場賣到美國去，你去到美國全部把都用福摩沙烏龍地賣出嚟茶。就是奇怪，有下很多个系统像第一个见那夹见那个碰茶当香啊，见真叫外国的茶，夹的碰茶来提高个香味，爱用人利用啊，所以讲其实晓得爱用人靠个品质的技术来提高都是唔叫爱用人所以讲因为尤其像台湾底下产量少咧，以前讲靠产地可以卖，底下靠产地做差冇很多，你要靠商标来卖东西所以讲你要台湾要转型，这是一家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台湾你要用卖，现在有没有台湾你要就摩擦人，就没关系有4000人家，你要关系到100家、200家就冇咧，你要卖富兴茶。全世界做茶个产地越来越多，用把人精简，用把人夹，用把人打那个商标你还每一家转型个一家方法，所以讲你种两个东西没有配合，政府的配合，比如说你进口税尽量减，它带走你可以减。你本进口红茶不是说进口红茶28%，种两个没有多少政府来配合。不过有精神面的问题。有3年要留学嘅美國認為1000單，所以嗰就去全世界人看咯。其實台灣嘅製茶技術可以講全世界第一流啦。我做一家工廠，我做5、6種茶嘅有台灣。做台灣當然南邊大吉利南邊還沒去過。就台灣有個技術，而家台灣差唔多冇嘅茶，台灣有茶葉，而家茶葉都冇。我感覺會磨咧，不是講醃啊，是講原料都會磨咧冇法度發大家散醃啦，還有嘅。當時我記你到台灣紅茶公司後來其實也有綠茶，甚至咧還有綠茶粉。那綠茶粉嘅技術你都會用幫你去學嘅。其實你要了解市場比如說我做紅茶轉綠茶嘅我做到荷蘭嘅，我做咩去賣茶做。有一擺個荷蘭個那個清河個推理上叫倫山坦白亂講台灣茶冇競爭力因為是你有下過嚟個，有有隻機會去，就以前就係8點鐘嚟係攀過去，做埋就講8點鐘就攀過去，跟我一個報價單一太多，叫你隨便你自己寫，冇講嚟泡你自己打開來看，自己泡來看。哇，泡出來，看到會錯講，其實不會是假釋萬邦品質泡出來變價格可能變較大。就是話你根本都冇特殊嘅資訊啊，就是所以其實咩嘅這個貨位推上嚟講。你俩冇貴你冇辦法競爭嗰時係做咩就日本嘅要到愛綠茶，就愛貴綠茶。其實咩講，你自己判斷，你認為紅茶你冇辦法留佢度邊，你就可以貴但是今年貨位佢買就叫我愛人講，所以我就後來紅茶冇辦法來競爭，因為嗰樣是戰後佢就。做茶嘅動作，佢哋嘅品質，啊，佢都比人他便宜又好咯，冇辦法競爭。
所以我就到日本，转到纽约到日本去看。日本当我嗰樣是日本嘅所謂被哦，所謂一個那個當國家叫我哋當廠，日本一年生產就8萬噸的茶，有15萬噸的收費，你看到哇，當客貨嘅，還其他就鼓勵人就做所以講我就轉日本茶，轉變日本茶，跟住台灣咪真多試做嘅，所以我就想。佢下日本人權啦，我就將我做年齡咯，都國家我已經突進學嚟啊，所以講因為講日本話，因為佢好好溝通，像老嘅工廠，叫我要求嘅機器有一套你拿咗去做個做證，所以我台灣當佢有時面進口那個日本嘅機器，我就專案生產 Q 機器啊，一套進來啊。所以我可以傳啊，每個可以有個資料啊，我就去隻工廠生產 Q 機器進口來去做來看。差唔多哪年嘅事情啊？佢差唔多57、8年㗎。按照啊。57、8年㗎。我48年是那個做茶啊，我做因為就我訓練完。說出來我就做翻譯官，我讀英文我做翻譯官其實你講我那個就前夫啦，高一嘛我就我以前叫同學，就跟他就是跟他搞唔好，工廠完全冇辦法競爭力就跟他就在進口嗰度做來看，做對咯，我就買一隻工廠過來，嗰樣時候呢，我就毛布嘅整個一套新工廠全部寄來，全部對日本來寄來就咩寄來派人來機器寄來人做佢教人做，做好嘅茶寄來人賣就看，樣人我就做哇，嗰樣是同樣當作我嚟看嘅，如果買，基本上我買，後來就。一方面做茶，一方面推動日本的機器廠，我就真叫當作茶唔同業啊。所以講佢做嘅茶，人賣機器賣唔同業，同樣做嘅茶，人就來賣佢下，這個該是民國62、3年佢下就當好嚟啦所以講台灣專做綠茶嘅下我就算到。美國我就自己做啦，我就算做比較有規劃性計劃性的進口來去做來看，就我發現講去做了用日本機做來看，做得讓我投資做得我就買一隻工廠，做買工廠咧，同樣大家都會學嘛，我嚟買外面廠買機器，做嘅東西其實會唔曉得買，冇買就我就嚟買，樣我就算做非常其實。非常成功，佢下時候今年就賺本了，佢下當我就要後生，將我最多嘅下將70年左右但是我以前講貨櫃用到神父靠北佢就佢3年嘅倉庫嚟講我就過去嘛從東京到鹿兒島我就會講因為茶店一個英文我去做。就個個別嘅人發貨樣人生意咩真好做，跟住今日就差唔多一병茶人從東京到鹿兒島就1年差唔多就賣一隻啦。董事長講起來睇下觀眾朋友看董事長你啊8歲人生嘅唔過佢有啥事啊？所以才一強調咩其實其實你懂西貨你賣茶沒講懂啦，就你這個就因為佢賣茶茶板打開來就泡你唔是多講，其實講批到出來咧，叫 tea speak for itself 茶一個會講，一個會介紹一個，見面講了，你講我用是一泡是底，茶就係個東西，所以你拿那種東西貨拿去。
两下就结晶啦，就又进日本吼，扑三步，日本也冇人去哦，那个4点嘛，扑三下，就你。都知道了解新精彩的故事吼，下一团长过来大家来分享要卖茶的过程哦，我们神奇哦。我想转到真相充满嘅节目嘅现场，今日有请到台湾奉茶公司的罗启士董事长来介绍台湾嘅茶叶嘅故事。董事长听我有讲到吼，一个台湾茶叶嘅发展，佢等等一个时代嘅变化，技术方面，还有一个茶研究嘅建设，种种安样嘅变化。故说人家奉茶公司呢，也有一道嘅调整。那记得我第一摆来了嘅时间哦，清楚讲。就讲我看到有非常多录像片、听到嘅资料，也有了解做一个挺好嘅展示，本大家来了解台湾茶嘅历史。我想请问董事长，用完现对嘅做茶嘅公司，你都会想到讲爱来转做一个，还像一种文化馆嘅形式来经营。2005年嘅哈，都投入拓宽啦，喺工厂嗰度微小嘅。推三公尺哦，嗰陣時候因為真多嘅團體教授你就來抗議講，啲按落嘅工廠哦，按對個地方按有貢獻嘅工廠，用嗰個小都按講嘅工廠，咁佢因為冇法，其實講佢投入拓寬咗，嗰隻就當到唔合理嘅、唔公平嘅啲問題冇。佢下當就降工廠，佢拓開小三公尺個吼，這個下就整理完畢以後，這個下要查下，冇按多嚟啦，哦，佢就按好有一個文件會，嗰是文件會嘅主席委員陳啟南教授啊，陳教授，佢一擺來，因為我每次做過嘅必須吼，了解哦呀都。那真多資料，比如有很多資料，你看就看到工廠有我冇做啥閒啦，這樣發，閒置的空間有很多，還有時間空間啦，所以佢你都後面的資料吼，拿來展覽出來，俾人看，人家也會幫忙啲地方嘅公司呀，其實也建議以後人係做咩有想嘅吼，而且就。個公司的歷史哦，做那樣嘅，做到嗰樣是做那樣嘅機會哦，就是佢嗰樣是佢咩文件會啊，而家文化部啊，叫啲資料要數位化，要給我錢，你形象出來，我就會補助你哦，你做久你就那展示那樣做這麼哦，這個嘛做這個是這個一塊幾好啊，個都做那樣嘅事業哦。其實嗰樣是像50萬左右，可以補上自己嘅，因為有個老師嘅這位來指頭或者來審核這個你那個照片，你就全部就拿來數位化，然後就是佈置嘛，這一輪個就是可以就安排了佈置，就簡單啲叫文化館。嗰樣是咩講？這麼個博物館、文化館，就是主要一個地方做茶嘅人，同樣如何做料，如何講法，每個人來個介紹反正你對產業有關心、有興趣嘅人有一隻可以講下來做料嘅位所。韓國人來看嘅人在來看東西有一隻故事啦，有一隻介紹嘅。我咁樣講，去看博物館重要嘅唔係個東西典藏嘅東西當然重要，但是說明嘅人介紹嘅行重要，嗰隻 story 嗰隻故事有個故事，你讓我有個印象，就咁樣就按開始就在每個演員是人就演員人判我因為題目太多尾那今年判那個茶人的皮箱今年判外國的包裝，佢喺後上面簽嘅，應該佢留學嘅讀到有關於台灣茶嘅
个包装其實買咗嚟哦。最近買有一擺買咗嚟個講啊哈，台灣的個地圖。好。主要產品的哈，福州茶。哦，底下福州茶。還有個台灣大吉嶺茶。哦。還有寶種茶。我覺得奇怪啲，外國嘅哈買個包裝裡面，台灣嘅第三福州茶，還有佛摩沙大吉嶺，台灣大吉嶺茶，就是紅茶嘅意思嘛。嘅意思啦，還有寶種茶，可見吼真多吼，所以講有兩個東西嘅提講吼，啊，台灣嘅個茶吼，其他要人做全世界嘅吼個過程，即台灣係就做茶要拿茶農吼。啊！就從我講，茶農要個你一茶吼，你買做吼，你做貨啊，見到外國人吼，大家是叫我4年的茶啲喎，又再到倫敦哦，我2-3萬円喎，其實唔係幾多啲哦，所以講在那個時代吼，每一隻茶農吼，一隻講勇敢，不來的吼，我愛做嘅茶。可以賣到外國，哈，可以分哈，按多嗰個上億的外國人是關係就做個茶哦，我什麼我做下好睇，我真係見啦，所以我主要關係嘅下吼，講比較嘅文化是下國啫，嗰種公園啊，倫敦啊，路透的利物浦朗朗上口啊，佢啲全部都說得算嘛，當年那個哈，比如說到倫敦那聊到鹿特丹呢，上海有茶去鹿特丹同多，阿姆斯特丹同多。但是老公園就點啊？啲啊，嘅國家都那邊。然後到阿姆鹿特丹，然後到倫敦呢，又叫乜啦，就去排他了。機關。跟基本都一個任務路唔啲嘅，基本去倫敦到鹿特丹，哦，就愛用個可以用起去就愛用個。國際嘅聯繫，董事長講到呢位吼，我聽錯老觀眾朋友介紹一下啦吼。如果因為一個場外銷，一茶商要到那隻廣口，當個嘅茶商要當個愛噴呢個廣口嘅名，就講鹿特丹啊，還有那位啊，倫敦啊，或者說公園主題有國際關係講，也就世界嘅廣口到那位啦吼。你還沒進入，比如說到個。伊索比亞，伊索比亞咁非洲嘅國家，佢好會哦，我做非洲去哦，雖然真多吼，到國際聯絡落去哦，對。當時呢個吼，我想因為呢度觀眾佢嘛有機會來到呢個文化館，我嚟做一個參觀站啊，嚟讓你問問題。我看到你有聽到錄相片，對日本時代都有。做啲感覺講，呢隻工廠唔係單想做茶，而老地方上嘅關聯性密。我看好像也有球吹，也有乜嘅TPA 嘅文學家教授來拜訪，係咪當上老太家分享一下有歷史嘅故事？你啱講到台灣嘅紅茶吼，三本亮吼，當有名啊，個東邦嘅話三本亮來愛啲關係對家拜啊，嗰啲照片咪有啊，有可見吼，那個時候台灣太有個按有名，佢就全部留學過嘅個教授啊，佢對未來做愛就插過山咧，個三度嘅工廠，我一個人了吼，等下暑假我去做個加速來了，可見嗰種是吼做茶，唔單止很時髦吼，也要賺錢。而且也要就個到外國接觸嗬，所以講有啲客冇買中藥嘅做。我啲行將吳楚留也有來過吳楚留。吳楚留啊，老二就係咪好朋友？吳楚留嗬，頭擺我都是記得把搞關係搞，但係前兩個人嘅關係能搞嗬。馬湖都咩記得關係個搞2年，因為老個日本搞咗我，所以派到。冇讀嘅分校嘅時候，將來讓同學話5萬件嘛。吳楚留嗬，就擺我哋個五件點先啦，五件嘅記，咁樣所以我哋其實都啊，太出嚟社會我哋咩冇乜理解到吳楚留。就50年代佢喺台灣會佢出嘅雜誌嘅嗬，
特别赞助人吼，罗向在罗竞争有7只有2-3个人落伍的啊。个台湾唯一个那个表皮的黑杯吼，有个特别赞助人有8-3嘛吼。大气有引落去，跟有2-3是阿爸啦、阿堂兄啊。所以吼，吴浊流先生吼，去关心了风茶公司，这个叫做做事没吼，其实幸福就每年啦，哦，关系搞过，就是俺英国没搞过啊，哦，所以其实我对风茶公司啊，去体力转来，去颜色转来，这就是赶快当作为首席是因为下饭阿爸，有眼头有看到，嗰件哦，真係就400年當我家幾咩地啊？後來呢個故事吼，按精彩，人都海豚完整來講。哦，觀眾朋友，人家看到吼，台灣風茶公司唔單止係做茶嘅公司，記得老台灣文化、台灣文化嘅發展也有關聯哦。你話個故事，人家轉過來睇。觀眾朋友，歡迎收看《真相充滿街》。今日有請到台灣風茶公司羅慶士董事長，來分享茶工廠嘅故事。也有講到茶工廠唔單止做茶，也有按到文化嘅面向。你聽我提到吳濁流兩個文學家嘅故事吼，我蠻精彩哦。我第一講吳濁流先生對風茶公司一關心，佢係個大家第一講佢有寫漢詩嘛。啊，風茶公司都董事長你倆，佢我第一也開始寫詩。你要老太太介紹一下，你要目前在推廣嘅兩個客家三行詩都在係乜嘅？好。2010年嘅嗬，青島美國那個學者嗬，我頭一個客家青島精英留在美國，嗰就是教書嘅路啊，佢轉嚟家字，佢轉嚟家字嘅嚇嗬，佢會講，尤其是個獻祭年就當都會轉來，轉來後佢做了，叫他過月咯，3月左右，其實會有一年會18多了人，好大家就會談，好用飯，嗰樣時吼，就有談過，用飯人客家嘅啟蒙用中啊，譬如吼，有客家人用飯人就恢復一下，然後客家話吼，嗰樣時吼，是有提議啦，講，因為我將來個年紀嘅人吼，還要做日本嘅俳句吼，俳句啊，還要做一種訓練嘅，然後加個俳句嘅吼，簡單嘅，其實幾個是17隻字，其實575，係就是講唔是個完全好嘅，係是577一樣嘅，就講。那個意思吼，你嘅深刻嘅感觸吼，用19隻詩吼，大家表達出來吼，然後大家可以下來，互相吼交流哦，哎呀，咁咩真好嘅，所以講嗰樣事就了不人，還是建議叫大家好啊，嗰樣事吼，還是說提議就講。用飯開始來做吼，開始下鄉，就是佢吼，佢好似佢記得嗰年吼，個鍾肇政哦，帶我們遊來哦，不但我就講三行詩哦，用盲而家吼客話都盲會講，一直要韻律吼，很難吼，所以我哋咪去拜訪教書嘅，家冇。無韻不成詩啊！哈，一定要有韻律。那個客話都唔會講，你講那個韻哈，然後你本來俳句就冇按個規定。因為佢將嘢而家跳上嘅簡訊，互相互答。這個人嘅想法用簡單的技巧式來表現，按樣嘅方式來做出來兩個做得哈。就這樣講，佢好似鍾肇政佢咪講哦，你咪你就是當好啊，哦，人就去安樂啊，嗬，所以講你嗬，開始就種嗬嘅老外國嘅學者嗬，中按聯絡嗬，第二樣嘢在洛杉磯有一家網站，做外傳投落個網站都是大家可以看，哦。
可以共同分享，就一个最重要。哦，你俾我老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哈，那个散红石，顾名思义就散红，P 红50石，P2红，P3红係70石，然後你下講作品累積起來，已經有一張名單，我啲 FB 當個也有嘅粉絲頁，當時你老大家分享一兩數你寫嘅散紅石喎，你哋之後大家就底下乜嘅。你真多啊！你吼，你還要有一數講頭擺人做茶係嘛？頭擺人做茶吼，因為有啊。羅東市場下非常多，其他嘅去做一般嘅。總共有你下個洛杉磯嘅網站裡面吼，有3000兩片吼，3000兩片，一片有差不多10首，所以你看有差不多2-3萬首。哇，很多哦！你看，這是一種。文化客家文化哦，存在那個石裡面，所以佢哋是一個客家最重要的文件。你看哦，青島哦，你可以上網去查哦，客家的哦，我從來講，我們就建議個客委會，台灣的客家精英就1半以上在語嘅，從高雄啊對吧？記得哦，就有時候記得個聲音，有時做個美國的。高中的校長嘅價格啊，意思如果用下散紅石來聯合化啦，聯合化，然後要做去翻譯呀嘅現代嘅沙筆嘛。因為我看羅東上你下嘅是范偉清法，因為要不下世足賽，要不下呀嘅乜嘅世界大師，要有一種學生大發嘅。大概像兩位，稍後先嚟就音樂會加上會因為吼是玩票性質啦，咩唔係講吼，青島咩客家冇天準啦，因為都要冇進行，就啲做啲茶師師者啦吼，頭擺人做茶吼，5杯茶人12順，羅先。油條燉雞香吼，燉茶氣色香吼，配成一籠半頭槍啊，四泡一壺滿腹香啊。阿公去買茶，茶後在燉茶班啊，一看茶班開商家，阿公買茶轉，一了就有2尾5，還買3包聖銀糖。即係就頭擺人吼，就手工做用時啊吼，係啊，買啲茶在買糖嘅本身那些，哇，有意思哦。唔少流行講吼，之前之前好形象吼，人人曉得大家做吼，三蓬時見宣吼，精見心中化為實吼，7絲傳心香吼，即係。有做有時陣我較講佢我睇下佢參考落嚟，我特別個貿易部人料吼，佢冇乜多講嘢，其實就係做個報紙講係親切，有人會講哦，叫生意好哦，就好，佢上下會傾個吼，要做時間吼，底下後生人只有無限吼，我一隻出貨嘅嗰時候，你講按個吼。仲怕咩？住嘅時間多方面，有時候有咩是講這個啊，限期吼叫做事吼，只一切就好，一時情吼。啊，我叫我做沙，我做沙，可能是咧叫佢好事啊，你做係用嘅。有時候你就吼，即係親人談嘅，佢唔當唔好隱私嘅嗰種話銀波係個避稅啊，佢當唔好咧，叫你吼，市面個都是要做嚟電那個國沙嘅感覺冇咁樣，國沙嘅吼個冇咁樣。你看人家個感覺下去了就會死哦，避稅嘅吼，個佢親手參加嘅，其實我啲係經驗談過，叫我媽贊成係嘅，個幾家認識係嘅，佢冇乜多講嘅嘢咯，點哦。講報講哦，我想佢是做咩喎啊？真係哦！哇，今日董事長讓人分享有關吳濁流嘅故事，auch蠻神奇，auch蠻精彩吼。董事長想節目嘅居民吼，係咪因為他講佢做茶60年，
然后本来是读英文嘅。对啊。用伊一路考落一甲子，你去家己心情迄样办。佢講前幾日老美國嘅什麼講笑話嗬，人乜都落嚟嗬，人家只講嗬，愛傾愛嘅啦嗬，尤其咧要咁話傾嗬，就好好過年啦嗬。這樣係個就快嗬，上啥詳細上到就快。出幾門係反映個眼都反映個人係做好嘅，有時嘅係做成嘅就嘅美國嘅商會啊，而係4點鐘就畢業嘅呀，我都成件差唔多半年啦。但係點解嗰陣時哦，當留學出嘅留學啊，我點解當留學？主要嘅家人同我講嘅，佢48年家就無奈何留下來，就冇出嘅，我講笑啊，其實中學唔是。寫論文拿博士，中學唔是雙學位啦。所以我撫養緊呢個，想要叫我按呢個啊，風沙公司就基本嘅啦，出人家博士論文啦。有樣咧。所以我呢個我哋講笑話，你係需要人生就係樣嘅東西啦。呢個一聽講我用辦法，輔助樣你能夠嗬，把它克服嗬，困難克服。人生就係樣啦。感謝董事長啦，知名啲嘅正義歡迎請感通哦。今日來到台灣風茶公司來談羅董事長講台灣風茶公司嘅故事，還有一個相關嘅文化發通。當然，今日還要老大家介紹風茶公司出嘅兩本書哈，福爾摩沙茶。咱我頭下提到三行詩，大家也做嚟去掃描去查客家三行詩來分享來討哦。感謝羅董事長按精彩嘅介紹，今日真相同埋介紹幾行多了解，歡迎大家下一次再過來收看。什麼董事長？